豪使10萬，富婆話澳門贏錢再返嚟。黃金週又係內地財神嚟香港掃貨嘅高峰期，尖沙咀名店間間都大排長龍。佢嚟咗半晝咋，已經幾袋找獲啦。我就準備到那邊排隊去買包，大概3萬左右吧。3萬左右，買的主要是護膚品、化妝品、荷包。呢啲都未算好，顏小姐同未婚夫跟團嚟睇演唱會，順道扮嫁妝。佢兩個人帶咗10張信用卡，仲話使費不設上限。因為在這邊買鑽石、買首飾很划算，款式也非常多。特別最近金價就狂漲嘛，我們覺得在香港買首飾還是很划算呢。我好想買個2卡到3卡嘅，但係呢度冇。睇中嗰隻1卡啫嘛，1卡先6萬。我哋諗住買2台 iPad， 咁又幫朋友買噶嘛，咁跟住如果買啲珠寶啊，買個袋啊，咁就差唔多都幾萬蚊。但點都唔夠佢哋咁誇。我哋而家暫時已經花咗10萬蚊㗎啦。10萬蚊啊，買咗啲乜嘢啊？哦，2條鏈咯，連埋2個包咪10幾萬咯。你哋呢邊咧，好似買袋嗰啲咧就唔係好，即係唔係話好熱銷我哋大陸人。但係一講到買金啊、買手錶啊，哇追住我哋根本上就好似唔俾出嗰間店。嚟香港2、3日咯，然後去澳門。咁喺澳門贏咗咪翻嚟咯，輸咗咪走咯。不過有珠寶店話，平時嘅自由行商務客先係高消費一群，反而今年黃金週嘅客人少咗，人均消費得幾千至萬幾蚊咋。